哇！完全冇諗過啊！一個位於新界大西北元朗區，仲要好耐之前咧，有人話咧聞住陣牛屎味入嚟嘅元朗，竟然有一個咧唔係地鐵站上蓋嘅項目喎，推售嘅第一批單位竟然收超過14000個登記啊，超額5500%，而且咧第一批為數唔少嘅250個單位咧，竟然全線沽清晒啊！而呢一個咧大部分都係本地用家買入嘅項目，朗天坊今日終於入伙啦！咁佢賣得咁好咧，除咗擁有只做豪宅不做上車盤嘅嘉里嘉田住佢之外咧，我哋嘅項目咧亦都擁有全元朗數一數二超過7萬尺嘅會所空間添，泳池啦，24小時嘅健身室，大人小朋友放電嘅空間當然係基本嘅操作啦。而且我哋一出門口咧就有地鐵嘅接駁巴士啦，經由翻我哋嘅元朗站10零分鐘就可以出到九龍噶啦，所以我哋跨區翻工翻學咧完全冇難度啊！而且我哋項目嘅門口咧仲有呢個出翻呢個九龍啦，港島再加埋大欖隧道轉車站，令到走進天涯海角嘅巴士線，輕鬆行翻5分鐘咧就可以去翻元朗市中心千色嘅一帶噶啦。而且我哋同區咧仲有 YOHO 商場嘅系列，有過百萬尺嘅商場樓面俾你啦。影波前嘅咁多位男神們咧，記得努力揾翻多幾個錢，滿足下你嘅女神同埋屋企人啦。而非常神蹟地咧，嚟到我哋現樓嘅階段咧，竟然仲有少量單位可以推出。如果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俾個11Kenny 會將資料極速送上啊！咁究竟只做豪宅不做上車盤嘅嘉里喺我哋元朗嘅上車盤項目究竟發生咩事？而家即刻同你睇睇。機會來了！哇，嚟到個內園咧，你完全感受到咧嘉里所做嘅豪宅氣派係咩環境啊！入到嚟整個提山感覺全部出晒嚟啊！不過事不宜遲，即刻睇睇現樓先。咁我哋嘉里嘅朗天峰咧，種類咧非常之多元化喎，一房、兩房、3房，甚至乎大3房都有嘅。上到嚟我哋即刻睇間539尺，記住唔係兩房啊，竟然做到3房2廳，整體個空間非常之寬闊，相當誇張啊！門口開始講起先，嗱，發展商咧已經喺門口位呢個位置幫你做咗 Locky 指紋、拍卡密碼，再加 Apps 視像鏡頭門鎖噶啦。有咩好處咧？朋友仔上到嚟，你未翻屋企睇一睇，喺佢立康門俾佢冇問題啊！嚟到客飯廳空間部分啦，攝影師部分直接去到落地玻璃，你竟然有成5.4米喎，呢邊都有2米半，再配合埋呢個3.5米咁高嘅樓底咧，整個豪宅氣派，竟然喺一個500幾尺嘅空間當中咧，可以滲透出嚟，相當地誇張啊！睇睇我哋女神嘅小天地先，記住我哋係做咗緊廚嘅設計，500幾尺做3房，仲有緊廚入嚟我望。嚟到我哋呢個女士少少嘅天地，嗱，真地老實地講句，539尺做到緊廚俾你已經非常地難得噶啦，所以空間不能奢望太大啊！一個大 L 型嘅曲尺面啦，空間用得透透冚啊！而且喺度洗住碗咧，仲可以望出個咁靚高仰嘅山景咧，哇！眼睛嘅保養系統即時出咗嚟啊！有我哋入邊用嘅電器品牌都係頂級嘅德國品牌啦，西門子嘅抽油煙機啦、3爐頭、微波爐、洗衣機、雪櫃全部一應俱全啊！同埋再加上咧，由於我哋呢邊夠闊啦，所以我哋要做翻4人嘅餐桌或者6人餐桌都完全冇問題啊！有啲咩家庭聚會咧，喺屋企搞下都唔錯啊！嚟到露台部分啦，我哋裝咗呢個3合1嘅大露台啦，所以有成2.6米闊嘅，而遙望之處咧可以望盡整個